歡迎各位嚟到黎博聖經教室，我哋開始新嘅書卷，重讀約翰福音。溫馨提示，請先下載講義，可以參考更詳細嘅內容。認識約翰福音可以從20章30至31節開始，因為呢兩節經文講咗呢卷書嘅寫作目的。第30節，耶穌喺門徒面前仲做咗好多其他神蹟，冇記喺呢本書。第31節，但係呢啲事記咗落嚟，為咗要使你哋相信耶穌係基督，係神嘅兒子，並且使你哋因為相信佢，就可以因佢嘅名得到生命。約翰福音係要引導讀者相信耶穌嘅身份，從而得到永生。呢兩節經文有以下4方面要注意。第一，20章31節有2個信字。第一個信喺唔同抄本有唔同寫法，分別在於有冇希臘文字母色瑪。有色瑪嘅信係不定過去式，意思係開始相信，暗示讀者仲未信耶穌，鼓勵佢哋開始相信。所以約翰福音嘅目的係報導。冇色瑪嘅信係現在式，意思係繼續相信，鼓勵信徒持守同深化相信耶穌。所以約翰福音嘅目的係栽培。第二個信係現在分詞，意思係人因為繼續相信就得到永生，加強咗繼續相信嘅語境，亦表明永生係建立喺不斷相信之上。而且約翰福音嘅信從來唔用名詞，而係用咗動詞或者分詞。呢個係約翰福音先至有嘅特色，亦係4卷福音書裏邊唯一強調信係持續嘅行動。第二，現代教會經常將報導同栽培分開。第1世紀教會冇將報導同栽培分工呢種概念。約翰福音嘅寫作目的唔係要劃分信仰階段，而係要透過耶穌嘅神蹟同講論，引導人繼續信靠耶穌，同佢同行。約翰福音裏邊神蹟同講論嘅分佈如下：1至12章叫做標記篇，以7個神蹟為主，講論為副，解釋神蹟嘅屬靈意義，展示耶穌嘅身份同使命。13至20章叫做榮耀篇，以講論為主，神蹟為副，深化讀者對耶穌身份同使命嘅理解。20章30至31節提及神蹟、母題、講論，反映咗作者嘅寫作風格。神蹟用嚟吸引同引導人相信耶穌，講論係解釋同深化神蹟嘅意義。換句話講，榮耀篇嘅講論唔係獨立，而係解釋標記篇嘅神蹟。詳細資料請參考講義。從呢種神蹟加講論嘅角度嚟睇，榮耀篇裏邊嘅講論係要提升標記篇裏邊神蹟嘅神學高度，從引導讀者相信耶穌到邀請佢哋同耶穌同行。因此，約翰福音嘅目的包括2方面：透過神蹟引導人相信，透過講論堅固信徒繼續相信，得享永生。第三，約翰福音嘅永生唔單止係未來盼望，更加係而家嘅屬靈現實。有以下特點：永生係嚟自神，1章4節，喺佢裏邊有生命，道係生命嘅源頭，同神嘅永恆本質結連。永生係而家就可以得到。5章24節，信嘅人就有永生，已經出死入生。永生從相信嘅一刻開始，唔係來生先至擁有。永生係會繼續成長。10章10節，我來了係要揚得生命，並且得嘅更豐盛，暗示生命能夠繼續發展，達到豐盛，呼應約翰強調信心亦係持續相信。永生係一種關係。17章3節，認識你就係永生。呢度嘅認識指一種親密嘅關係，所以永生係人今生可以經歷嘅親密關係，唔係死咗之後永遠咁存在。
呢啲特點同20章30至31節嘅寫作目的緊密相關。神蹟引導人相信耶穌，接受信仰。講論則深化人同耶穌嘅關係，深化信仰，喺今生開始經歷永生嘅喜樂同豐盛。第四，約翰透過精心挑選嘅神蹟同講論，邀請每一位讀者唔單止接受關於耶穌嘅資訊，更要積極回應，繼續相信耶穌係基督，神嘅兒子，從而得到永生。呢份信仰唔係一次嘅決志，而係一生嘅旅程，從初信嘅認識到繼續相信嘅經歷，再到得着豐盛嘅生命。換句話講，約翰福音一方面引導人認識耶穌，即係佈道；另一方面幫助人同耶穌建立深厚關係，即係栽培。喺約翰福音裏面，佈道同栽培密不可分，一體兩面。跟住我哋睇全書序言嘅第一個段落，1章1至5節。古代書籍嘅序言發揮咗今日書籍目錄嘅作用，預告呢本書嘅主題同重點，預備讀者點樣讀呢本書。約翰福音嘅序言1章1至18節可以分做7段，結構係對稱平衡。頭尾段介紹耶穌嘅身份同工作，中心係世界對光嘅反應，強調信耶穌同唔信耶穌嘅抉擇同結果，鼓勵讀者積極回應耶穌，得享永生，呼應寫作目的。此外，作者喺序言從特定角度介紹耶穌，為咗要調教讀者嘅視野，亦邀請或要求佢哋從呢個角度閱讀下面嘅內容。約翰筆下嘅耶穌唔係由家譜或者馬槽開始，而係從太初就已經同神同在。耶穌係神，係創造主，係光，係生命嘅本體。點解約翰要用太初有道，而唔直接話耶穌係彌賽亞？因為佢要從宇宙嘅創造歷史開始，建立耶穌嘅神性同救贖係必要。所以1章1至5節嘅用字同觀念令人想起創世記，突出咗重新創造嘅神學視野。約翰福音1章1至2節，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係神，這道太初與神同在。創世記1章1節，起初神創造天地。太初同起初，約翰用太初呼應創世記，起初創世記強調神係創造主，約翰揭示道就係神，擁有神性，創造萬有，為約翰福音嘅基督論打好基礎，呼應20章31節，信耶穌係基督，神嘅兒子。約翰福音1章3節，萬有透過佢而造，凡受造嘅冇一樣唔係靠佢創造。創世記1章1節，起初神創造天地。1章3節，神說要有光，就有咗光。萬有同天地，約翰揭示萬有透過道而造，呼應創世記神用說話創造天地。約翰再次展示耶穌擁有創造主嘅身份同權柄。約翰福音1章4節，喺佢裏面有生命，呢個生命就係人嘅光。創世記1章3節，神說要有光，就有咗光。光嘅出現，約翰形容耶穌係光，關乎屬靈生命，呼應創世記神講第一句話就係創造物質嘅光。約翰將創造嘅光提升為救贖嘅光，預示約翰福音人得永生嘅主題。生命源頭，約翰指出道本身係生命源頭，道裏邊有生命，呼應神用說話創造生命。約翰為耶穌嘅講論打好賜人生命嘅基礎。6章63節，我對你哋所說嘅話就係靈，就係生命，亦呼應咗寫作目的，引導人相信耶穌而得生命。約翰福音1章5節，這光照耀喺黑暗裏面，黑暗唔能夠勝過光。
創世記1章2節，深淵上邊一片黑暗。1章4節，神看見光好美好，神把光暗分開。黑暗存在，約翰福音同創世記都表示黑暗存在。喺創世記指物質嘅光暗分開，約翰就轉為屬靈層面，預示人拒絕或者接受耶穌，強調人嘅回應。最後做個總結，約翰福音1章1至5節同創世記1章1至5節有以下嘅呼應。第一，創世記1章1至5節係創造嘅開始，聚焦神嘅行動，造天地，分光暗。約翰福音1章1至5節同樣係序言，重新詮釋神嘅創造，強調道嘅角色，將創造論同基督論結合。約翰用咗創世記1章1至5節嘅重要字眼，起初光黑暗，將讀者嘅注意力從舊約嘅物質創造轉向新約嘅屬靈救贖，預備讀者留意序言嘅中心主題，即係人嘅回應。第二，神學主題嘅深化，創造同救贖。創世記1章1至5節展示神通過話語創造天地。約翰福音1章1至5節則將道作為創造同救贖嘅中介。耶穌唔單止創造生命，仲通過成為肉身賜人永生，實現得永生嘅目的。光暗對比，創世記1章4至5節嘅光暗分開係物理現象，約翰福音1章5節嘅光暗係屬靈爭戰，關乎人嘅信仰抉擇。普世範圍，創世記1章1至5節嘅創造關乎全宇宙，約翰福音1章4至5節嘅光照一切人，延伸呢個普世觀念，強調耶穌嘅救贖適用於全人類。多謝各位收聽，願神賜福大家，亦歡迎各位點讚、留言、轉發，幫助更多人認識神嘅話語。